顺飞你好，你答不清楚。你好，上老二强教，我爸本爱解房屋建仓，唔见体力，请问爱盘乜解手续？你爱申请建仓补发，请问你是房屋所有权人吗？系啊，屋登记在爱解名下。请提供你嘅身份证老人呢？请等一下，最近工作员唔喊么？你参么动作，比平常时无限一些了，无法度劳动名。哦，你会知哦，碌碌碌碌下有福。我记得你部下嘅工作员动态。嘿，当日工作员都写了一大圈后啊。好，係啊，後啊就來投食咁啊，我哋嘅工作員都本記到咩快強強。佢真正係花果山嘅順口啊，無法無天，怕粗心一台嘅高草，你就樣辦解決啦。冇辦法，還係出樓呢度高草盤做連沙火爐夾合，之後加重到工作本記到來分享。你就辛苦咧，先讓你受舒暢費80個元，讓你說明一下，你就舒暢補發審查，確認後，還要公告一張頁，滿一張頁就提來登記，登記後咧，到時會高用電話通知你。了解，請問到時會帶乜嘅文件呢2天解下，請記得要帶你張登記留強責人呢。我哋到時係認你張登記留人呢，係講到時你冇法度來，委託來嘅你未要帶強一份登記留人呢哦。好，我哋咧。記得唔好帶唔錯人呢，手機本意將我嘅名片，係有問題就得打電話來問。授權登記等個有2件審判人嘅電話分機號碼，在你來之前就得先打電話確認，係唔係就得2件？好，什麼嘢？